是主，主你是得胜君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这样说：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无论现在是什么世代，都是属于主你的世代，都是属于主你降临的世代，都是看见复兴的世代，都是彰显神迹的世代。我们要来大声宣告，我们要来让万国万民全地都知道，这是主你的世代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所求，阿门。阿门。我们来唱这首这时代。看那有的是旨意的神，众生都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。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能够大声的跟神说：主啊，我们要在这世代看到主你的降临。阿门。我们用敬拜。
书亚记6章16节这样写道：到了第7次祭司吹号的时候，约书亚对百姓说：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将城交给你们了。将一切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。阿门。主啊，此时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不看见属世的一些眼光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目光单单只定睛于你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将全人全心交托，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，用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哈利路亚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
的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指的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让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让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指的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都为了你，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让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被破裂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被破裂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被破裂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被破裂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让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让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
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是的，我们要发自我们内心来敬拜你，按主所